Together》，出自知名音乐剧《火爆浪子》，搭配俏皮轻松的曲风，3对快速且丰富的歌声变换，充分表达出台湾人民的热情活力。表演者手捧花束，象征庆贺中华民国123年生日快乐。在稍后的焦点新闻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了，而2位前总统，包括了陈水扁和蔡英文，今天也特别受邀，两人的心情都相当愉悦。那蔡总统待会的国庆谈话也是重要关键，马上播出。